下期就算打低咗佢，都唔可以驕傲噶。已經滅活化啦。你哋冇事啊嘛？喂，講下嘢啊！講下嘢。喂，你哋唔好學我好唔好？由於我哋修理唔到超級掃描器，所以冇得選擇啦。我哋要啟動時光島啦！即刻時光島啦！而家我哋嘅儀式正式開始。瑪麗瑪麗瑪麗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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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瑪麗瑪麗瑪麗紅。我而家召喚你，高領昂可憐嘅靈魂。瑪麗瑪麗。邊個咁大膽叫我個名？吓，係我啊！細細你真係大膽啊！你知唔知我係邊個啊？快啲走！哎呀！你可以出嚟啦！搞掂，係啊！我諗佢以後都唔敢召喚幽靈啦。